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好朋友，你能有去过美浓无？我哋阿讲美浓有种落魄咧，有种米，我第摆谈过美浓有种茶呢。故说今日特别邀请到睇美浓种茶的詹伯勋蒋太哥来到现场，分享其种茶的故事。欢迎蒋太哥。大家好，我来自美浓凹下茶园詹伯勋。蒋太哥欢迎。蒋太哥，真是第摆谈过美浓有种茶呢。可以同人介绍一下讲美浓哪个时节开始种茶的吗？我喺电台故事先饮一下茶。好啊，拄好最早诶。试一下茶，咱来讲故事不同。安尼都可以识咧啊？就做嚟识咧。哦。哎呦，真香呢。那就以前的散茶。散茶。也来做奉茶。要算奉茶都错诶。真是人哋一下无睇食材，像底下讲嘅手摇店咧，有冇一奉茶、绿茶、清茶嗰啲？呢擺是個安鄉嘅茶呢，也都係美濃嘅茶嘛。就美濃茶檔山嘅茶。茶檔山，以前攏人談過美濃有茶檔山，實在唔知啊講美濃有種茶呢。茶檔山本來就有茶，太呢就開始有用嘅，鐵流推嘅啊。鐵流推，亞太呢開始嚟賣茶。人種茶嘅地方都睇嘅茶檔山當過嗎？Q 嘅茶園啊，而家你哋凹下一片有一山地一片。嗰種美濃嘅種茶歷史可以對應呢亞太嗰邊開始算到年鐵流推。亞太前面就有誒，清朝差唔多清朝開始。清朝嘅時節都有誒，研究。咁睇過，一開始都係種茶嘛？冇，呢本來做餐飲業。做餐飲業。人都卡睇種茶，應該萬世都開始。有啊，看阿公咧做茶，幾辛苦啊！幾辛苦。係就唔想去做茶。嗰種都唔會做茶，都就出去做嘅餐飲業。乜嘅人講我本來種茶嘅工作嘅呢？嗱，爸爸亦都講無人嘅啊，無人聽書嘅啊。無人聽書。嗱就佢聽書看啊，做做茶嘛幾好教。嗱就講嚟做看啊，做就一下就轉職啊呢。用嘅好講同人講特別講詳細嘅故事嘛，因為之前都冇睇種茶嘛，萬世看人做，自家過來做嘅，用嚟講特別親神奇，你可以同人分享一下嘛。因為現一種散茶，就南台灣原生種茶，一種茶嚟做到五種茶，按多種，有強茶嘛做，熟嘅嘛有做，奉茶嘛做。等，安尼講過嘛啦，人都卡一下都係種一道種茶，就一種啊，一種就原生種。頭多有聽講，人有種奉茶，又有種嘅強茶。製作方式冇相同。製作方式冇相同，人同我講一下講，製作方式冇相，一種茶可以變做按多種茶。就人哋製作方式可能我做發酵嘅，還是冇發酵嘅，就按嚟做冇相同嘅。先從入邊咯，也奉茶，佢係用嚟做出嚟嘅。一個手工老年嘅，嗱用樹葉去釀，冇用機器釀，用樹葉釀俾發酵。適度就天然嘅甘甜味啊！也有冇人哋茶園冇椰皮料嘅，嘛冇沙藥嘅。真是咧冇嘅，以前食嘅人哋講嘅茶有冇？請講講適度天後下去都澀怪怪。就泡嘅方式冇相同啊。也下人哋做嘅茶都唔會人哋苦啊！以前阿公講飲茶，唔苦就唔會飲茶。真是的，以前見人老人家食嘅茶好好飲。貴人啊嘛唔敢食。講他們講，也是在清後期呢，人頭都講嘅一種茶變到按種種茶，其實係靠有發酵，還冇發酵，有其他嘅工序，你可以講個詳細啊冇。其實人哋冇睇泡茶，其實冇按了解呢。拿迄個用款咧，九龍嘅款茶，也就野生嘅茶。野生嘅茶，野生嘅茶，佢都名嘅都很多野生嘅茶嘛。因為啲自然茶園啲不會茶。佢喺人哋講嘅嗰種強茶，也係綠茶還是奉茶？強茶。清茶類嘅茶。做乜嘅運到做清茶，又運到野生茶？因為伊就係自然嘅茶園啲不會啊。就野生嘅，人哋冇刻意去對矮化嘅茶呢。佢泡烘落去色有咁樣同奉茶。差唔多金黃色啊呢。金黃色。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哦，也都会强茶，有很多野生茶，系天都被压上诶，其他也被翻强强，譬如我的米丝哦，清淡，清新，同凤茶无嘛共用呢。讲那个除了亚种茶，还有其他的茶吗？还有凤茶。凤茶，凤茶我头都是咧，头都是咧是亚种无相同的手工诶。手工诶，好，看一下，等一下。有个干的无共用呢。有个米丝，伊头都个压上诶，无相同也有发酵诶，也有发酵过诶。我也食就有啊。发酵的茶拢有啊。观众朋友看一下，也是手工，伊老年的个凤茶又有发酵过，其他色有冇？个有哦。泡烘落个米丝吼，同头头个强茶无嘛共用。个沉安尼。参我个罐咯。也个奶爸爸做的琥珀红茶。也系凤茶。也个机器做的无相同。机器做的哦。伊做的个油啊。个油，也个系手工的个手工的哦。安尼无共用听啊。也就手工的。手工的。机器的，安尼油。也手工的个胎啊。个胎皮。阮也机器老年的个油。也就手工的。讲那个人，总嘛个会分手工同个机器的喏。种茶按到，全部用机器的都好个啊。米丝无相同啊。米丝无相同。米丝无相同的茶。泡烘类米丝差别在哪？也发酵度跟揉捻度嘛无相同。揉捻度。咱手工牛茶有冇？伫温度拉白冇？机器我用经验。可能牛太久会面体。面体。因为输牛无面体。差别睇下呀。真是，你牛的时间很用的牛。就用机器啊，输就用输完的牛啊，用杂输完的牛啊。按多茶叶，就按你慢慢牛啊。嘿，安胎牛，按细团的牛。安胎，伊咧摆机有冇安胎，安尼慢慢牛变一点安尼。保补的。保补牛都某个时间能算好咯。伊会变色啦，会变18粉的。原来安尼。但那个头都有讲过，嗰类接入嘅茶叶咪有冇？头都讲嘅安详性，清熟丝嘛。其实我记得讲最头下讲唔好接入嘅茶，嗰类时间对一片茶是不是要重新去学习？一地本有遇到某个困难？有啊，因为奶奶做个茶我做过。唔知安怎摘。以前我被摘啊。我白茶都冲人哋看到叶咪就摘。唔係安尼嘛，茶葉咪都嘅葉嘅嘛。我熟嘅當做就摘啊。天淵都唔得摘。都人家講嘅乜嘅一心二葉。一心二按個天淵哦，會腐啊，茶會腐啊，茶心會腐嘅啊。要熟啊，茶葉要有熟啊。有時做嘅茶就甘甜啊那樣。可是要做真是最會快困啊。茶葉哦，我會判別也走水好嘅冇，那就唔會困。冇個。茶葉攏長長啊，規片啊，你用唔啲做嚟做菜無？以前嚟爸爸講，唔去做看啊，那就冇凊彩嚟做啊，茶滾鹽，又澀安尼，就走水沒有走好啊。人哋講要走水，日光萎凋啊。萎凋。冇做萎凋哦，茶過快色啦。爸爸就講，也有經驗啊，看茶葉安尼放喺一片，咩講安尼放下去曬就做會得咧。我看營養嘅冇。我還要用有二杯，比做水，看我還要浪青的有香味的就做得做茶。也都會經驗去累積的，不然那真是唔會做茶呢。來看你做過簡單去做唔得事啦。你學到對唔會做，對會做，你學一久的時間啊？差唔多1年。1年哦。你也算厲害呢，聽講一種功夫冇3年應該學唔會啊。爸爸教伊教啊，本人學嘅啊。伊每年咧做嘅，講好做個甜嘅，我每年做嘅啊。其實爸爸想要提早退休。我就本經接啊，你去做啊，你。你偏偏嗰種訓練1年，人家就教啊，你冇攞杯哦，牛茶本牛過叫喎。人家3、5年我學來，1年都學唔會。只大家
有卡的无相同啊。无相同的。系啊。啊，你有开个补习班忙啊，可以去学。哦，也过辛苦哦，来学嘅拢做枪嘅个。真是的，你有对老辈就讲有某个做茶的师傅吗？无啊，闽南会做茶就咱们家族安尼。抢年路卡。嘿，抢年有卡会做。哦，啊，年路卡有抢伊咧，你得做。嘿，有卡抢村内咧做安尼，也来压推啦。哦，听压推安尼。嘿，压推村内咧做茶。安尼按辛苦，做嘛个唔会抢其他嘅人来学嘅做师傅嘅天数咯。啊，鬼快抢啊！鬼快抢。唔晓啥无人会学个啊。哦。也滚烟烟啊，炒茶滚烟烟啊。炒茶滚烟烟。嘿，啊杂茶嘛滚烟烟。真是啊，你可以嘅工厂嘅地方有嘅人去嘛，可以。做茶种得吹人去啊。啊，你做茶在哪里做啊？做火凤地杯啊。落火凤地杯来做茶。哎。哦，啊，你可以讲一下你嘅环境很用嘅嘛？环境哦，咱火凤地杯就过合。嗯。以前阿公那种有地方就不用炒茶机嘅。嗯。啊，细细唔好过太啦。就那个，你头头有讲做茶过辛苦嘛？啊，你过来学到鸦片，有对你来讲印象最深刻的有冇个学做茶嘅故事冇？故事哦。系啊。炒茶机过少啊？过少。会录到。会录到。系啊，你能炒茶用乜嘅炒？鸭屎炉也系用。用鸭屎的呀。哦。系。啊，你睇火凤地波应该用人嘅以前那个灶头嗰种。有学过啊。有学过。有铁砂掌啊。哦。过少哦。为啥啊？你直接安尼磨带出来呗？磨带啊。磨带。系啊。安尼炒下又每一次都每一摆都给职业伤害。做嘛唔戴手套呢？你爸讲，有冇上刀呢？以前都冇上刀，阿公嘛冇上刀。阿公戴手套就好个呀。啊，人家还有戴手套呗？也用机器的。哦。用炒茶机比较稳定啦。哦，给。唔用素炒哦，有火焰味啊。火焰味。盐会走进去啊，啊无炒好又炒味大呢。也拢用机器做的啊。哦，各位好朋友，原来闽南茶系安尼来的哦，种茶、炒茶还可以练铁砂掌哦。嗰度闽南茶的故事，等一下我哋过来继续同张大哥同我哋分享。各位好朋友，头到张大哥介绍嘅闽南茶嘅由来，係用嘅來嘅，啊還有教我哋如何用嘅來分嘅紅茶啊、薔茶啊，闽南茶還有哪一條故事呢？我哋繼續嚟同張大哥嚟介紹咯。張大哥，你入邊準備我看到有兩個台幣嘅，做乜嘅用嘅呀？嚟本人看一下茶葉嘅品質啊。品質啊，兩幣咩種茶葉吧？猜看看，那筆嘅哪能不開？能都開哦。係。看風來差唔多呢，啊，我試一下看啦，哪筆先？也筆先。也筆咩？同頭頭嘅米絲共樣清香，好食。一個公毛米絲啊，啉風來。真香呢，真是同條牌嘅邏輯樣樣。因為我啲一個過後時咧，一定係能錄開。也就難錄開茶，唔看也茶嘅清澈度嘛。就冇相同嘅。清澈度，你講也個個清澈，也個個濃嘛。一樣係茶包哦。好，一種就你用化肥嘅茶葉。化肥，哦。那你用天然嘅，唔看伊嘅清澈度，用透明嘅呀。看到好杯，一個牛牛嘅。香嘅，我感覺有個有加嘅奶入去嘅咁。也就會有糊狀嘅呀。哦。你能講茶葉分別好唔好，就安尼看啦。係啊，也冇食配料嘅茶自然形成嘅茶葉。哦。看你用茶都看得出來。好。原來安尼，啊，這是人平常冇睇泡茶，搶生老杯嘅茶，冇安尼分，真係分唔出來呢。係啊。人嘅茶都搶。賣嘅台灣地杯安尼嘛？還有賣國外啊，那琥珀紅茶就賣到比利時啊。國外啊，賣到比利時去哦。紅茶佢哋去做嘅下午茶用嘅嘛。我就一個老師去那邊參展啦。他就講我帶一個冇相同嘅東西過去俾人看啦。哦。他就想到哪個茶，就帶過去，然後試一下，哦，也乜嘅茶咯。也個紅茶冇試過，伊講也琥珀紅茶。哦，人哋講一定會買，
啊又无带过多啊，就买几包就下次去也能带俾人安尼。哦，啊，米农人提嘅算平地种茶嘛，种无？啊，其实人哋谈讲贵有名嘅，像阿里山啊、摩鹿嘅种梨山嗰条种茶叶嘅，今年人哋咁讲后来迄果山茶够有名嘅，人平地嘅茶用够，反而好像也是。其实比较没有名气，没名啊呢。按研究相同啊，越远的地方啊，越好啊。哦，真是。你乱来讲啊？其实没差别吗？没，用种茶没相同啊。伊个气味，男人平地的哦是口感啊。哦啊，高山是气味啊。哦，气味。没相同，因为高山茶就清香啊呢。按唔耐泡。唔耐泡。男人平地的过耐泡。耐泡迄。用来讲泡一次2次，一般强茶差不多3泡，男人差不多7、8泡，4泡都泡到。按你那个超值呢，买一包呢，可以泡一台。系啊，银行就安尼，开始因卖讲按贵喏，来讲来1斤当因的3斤呢。因为唔相信买贵10块啊，真是就当按球。哦，嘿，啊，万有其他地方都种也种平地的山茶嘛？有啊，港口茶嘛平地的啊。哦，係啲屏東嘅港口嗰邊。港口上嘛平地嘅啊。迄個藝師唔關咧，佢真是說下去有嘅港口嘅米是。唔看講平地嘅，松柏林嘛平地嘅啊。松柏林。民間嘛平地嘅啊。好。幾多年唔啲啊？分唔出來啊。係啊，按新竹嘛平地嘅啊，碰紅地嘛平地嘅。係啊，唔係講平地冇茶，平地幾多茶。係啊，可能一般人嘅印象都果山茶。係啊。等等講，頭先有講眼講用嘅米絲來混，看嘅茶色，清澈也係不清澈來混嘅茶嘛。啊，還有其他嘅方式，讓人可以來混，有嘅茶好壞嘛。用淋的啊。淋的。有啲淋係骨腐。也強茶哦，啊淋就骨腐腐安尼，啊骨上安尼有冇？忙吞下去就上骨上安尼又骨腐，係做香精茶。香精茶骨腐誒，會腐腐嘅，這時候就奇怪吞下去嘅話係腐腐安尼。哦。如果茶唔好嘅就安尼腐腐。一般高山茶清香淋下去哦，骨舒服啊。啊唔好嘅種就安尼糟糟，習慣咯喉嚨會糟糟安尼，啊又腐腐安尼，誒就香精茶。哦。係。啊還有其他嘅方式嘛？像用淋嘅。用淋嘅用昆嘅差唔多就安尼，就分得出來。唔昆幾擺就啲嘅。真是的，我哋覺得喺從唔能去做茶，啊不是咧泡茶，咱有安尼看得出來。冇其實，安尼看係啦，你頭頭安尼講，安尼看得出來啊，其他貴嘅，這個泡都講唔出來。誒，頭頭有講一個紅茶係賣到比利時嘛，啊有賣到其他地方嘅冇？有啊，德國啊。德國係，還有冇？德國、香港啊，台灣都有賣過。安尼賣到國外然後海外嘅地方。啊，今年對一個茶有乜嘅無相關嘅要求，又係講今年有乜嘅特別嘅習慣嘅度來泡茶。因嘅習慣吼，因為佇生產地點內，啊可能有檢驗無，係啊，因唔好看茶葉吧？啊，茶葉唔可以看啊，唔可以看。但係台灣人講，哦，茶葉嘅，哦，因撈嘅茶葉因唔會，唔怕，就有米絲，看米絲，好是看下也顏色嘛，佢撈，因就可以亞種茶。哦，係。可能像用亞種分別啦，係啊，可能有去認證無安尼，哦，有檢驗無安尼，啊，台灣人無相同啊，熟就好啊，啊，因能泡弄太浮嘅啊。啊，然後會種拼配嘅，然後只打一架乜嘅玫瑰花啦，乜嘅東西係啊，花茶嘅。係，然後話只打用啊。哦，因為從上到講，今年應該從西方嘅嗰度，人都食下午茶嘛，啊下午茶會批個點心，啊食材批點心都食材講快分辨講條都有講係個茶嘅米絲嘅用，因為其實食風嘅都差唔多。係啊，所以呢，搞你說我選食茶，是給別人那是東西。哦，冇安尼食下去真是分唔出來啊！啊，真是的，難怪安尼市面上按到無共樣嘅茶，其實大家食風嘅都差唔多。誒，講那個唔買一條茶到嘅國外去嘛，啊唔同一條國外買茶嘅人有冇個特別嘅經驗對你嚟講個印象深刻嘅嘛？因哋買茶哦，唔會選門家師嘅。冇門家師？選是可能好食嘛？係，啊，今年按有錢啊！係啊，是可能啊，可能有去檢驗報告嘛？係。有沒有農藥殘留啊？呢？啊，是的，隔夜就買。
反正路卡这片路全部抹砂油，抹砂油的，磨叶皮料抹砂油的呢。啊，其实抹砂油的磨叶皮料，唔会有个病虫害啊，也係。會啊，都佢是嗱古來差唔多4年了嘛。用生態平衡去平衡，啊，從來有操作的事，也就冇是哪個茶葉。以前操過槍哦，也就是茶葉吧。哦。從來都冇東西吃啦，也就請嫩的東西吃，純茶葉的就是茶葉。哦，啊，你個茶園底部係咪抽青蟲？我鬼蟲哦。啊，你用人片同人抽暗蟲。用南高一就會啊。啊，你南高一。係啊。哦。啊，18個以下啦，講砂鍋啊。砂鍋哦，有哪一種的角度啊？眼鏡蛇龜度。眼鏡蛇龜度。啊，你不是很個消防隊去吞送？我啊，那個打草驚蛇啊。哦，係啦。養砂鍋龜多砂鍋。啊，你雙紅你能算有機的嗎？唔係有機啊，有機要認證，才能做無毒的呀。哦。就無毒環境啊，你做有機要大認證一擺安尼啊。你幾麻煩啊。哦。對咱的小農迄個負擔要錢啊。係啊。但那個頭都講講能種嘅茶園嘅地位都雜草個度嘛，因為講磨砂油嘅一天嘅嘛，啊有磨葉皮料，啊人地位嘅算乜嘢生態應該真豐富嘛。對啊。啊你有嘅螢火蟲冇？螢火蟲有困過啦，冇幾多。因為我講講以前美濃嗰片水清香。火把水就有水啊，但那片有啲火把啊，細細啊。哦，啊其實緊。供應人嘅上可能先有螢火蟲出現嘅時間，你就係想看到人富裕啊。係啊，富裕螢火蟲啊，連茶園都可以有無窮嘅生態旅遊。係啊，那邊還有山豬哦。山豬啊，人茶會幾多？係啊，佢對人嘅茶園地部嘅茶樹會有影響。唔會啦，因為冇是茶樹。冇是茶樹。茶樹冇乜東西俾你食啦。啊，基本就你去嘅青東西啊，都種到用高啊呢。唔會啦，差唔多一般你就冇下落嘅，我講年啊。我講嘢啦，嗱，大廈有嘢會講啊，唔會下落。係啊。有那呢？各位好朋友，頭到唐嘅張大哥嘅分享，我哋底下講茶運用嚟分辨其他好壞，更多茶嘅知識，等一下過嚟我哋繼續請張大哥嚟分享哦。各位好朋友。頭到同張大哥介紹講，今年茶園嘅地方生態真豐富。佢帶來相片真實看看嚟係安尼呢？你看地方還有螳螂哦。張大哥，你除了一個昆蟲地方，你從一個採茶，一個係採茶嘅相片嘛？係啊。係啊。你採茶嘅時間，你有遇到乜嘅事情冇？有啊，你媽媽摘茶哦，摘到嘅砂鍋嘅面啊。砂鍋嘅面啊，用嘅冇？伊摘下個奇怪，一個茶葉落浸起來咯，又嗰睇啲摘下，哦，樹嘅煙筒啊咧。啊，就青苔摘嘅砂鍋。媽媽講：哎呦，有砂鍋喎，就佢驚我砂鍋嘛做出嚟。啊，佢砂鍋又強到嘅。係啊，強到啊。但係個頭都有講到，你要做算是意義上嚟講算係有機嘛？啊，其實講你唔係有機，因為頭都有講有機對你小農嚟講，講冇法度好做有機。我同人介紹一講，做乜嘅人小農做冇法度好嚟做一個有機呢？因為有機吼一年會一次小的檢驗，會花幾多錢？哦，係按3年就一擺大驗又買咗錢，唔係講驗一擺就50錢。哦。驗一擺幾多萬啊？我覺得係驗一擺都終身免驗證嘅。當年都要看。當年都要看。3年就一次大嘅大型檢驗案嘅。哦。米擺都罰錢啊，1萬2萬就罰呢。按多錢哦？係啊。真是有機唔係聽講嚟對小農嚟講真是不親切呢吼。所以幾多小農唔會做有機啊，要做無毒環境啊。無毒友善環境啊。係，難道做友善種植啊？你啊？哦，頭都有講除了有機，又有一個綠色標章，其實同有機有冇嘅冇共用嘅嘛？綠保認證。綠保認證。而呢認證就講，你嘅茶園唔係從講茶園，就你嘅環境會吃人嘅。哦，要留一下東西俾動物有冇？我俾食咧。要嚟認證，看入邊種東西有啥藥嘅冇？哦，也會去認證，就然後就慈心啊，慈心嘅團隊會嚟認證啊。哦，係，糖紅嚟比較講嚟講，比有機嚟講個簡單咯，嗬。
其实无呢。无嘛？我想诶，无毒的环境有无？过多变化。虫的啊，嘛个过多啊。系啊，啊因讲有机嘛要撒药的呢。有有机农药、有机肥料。系啊，有机你能讲，其实那些松科啦，有机就会有效管理啊。我降低一些虫害有的某些东西安尼。那你吃人的自然农法、友善种植就没办法。因为产量嘛没办法啦。我过多产嘛没办法。原來係安尼，但那個我看你順後有帶來嘅新茶葉嘛，喺你路口喺嘛，唔同你介紹一下好冇？我看佢睇嘅清有新鮮呢。一個就咱的新包裝啊。新包裝係。當初設計師就有看哪講對講我有咱的米農的元素啊，也就東門路啊。我知，也個東門路。也就有東門路啊，也個就咱的凹下嘅傘。弄個傘嘅形狀。傘，如果講，我對講，我有啲傘有冇？我就呈現一下用上，我攞嚟用咯，講傘就長長安尼，我攞用，伊就講凹下就啲凹形安尼。伊就做一啲凹下安尼，伊就設計安尼圖案啊，咱那個底部的地址啦，滿人做茶啦，伊都有寫伫底部安尼。係啊。嗰度嘅凹下嘢唔好講啊，看個長長要凹下嘢咧，揾到一條嘅哩。係啊，也就是傘用樹木嘅啊，也就凹下呢嘛。咱的米包誒茶葉嘅圖案都冇相同。冇相同。係。一包係乜嘅茶？一包係私房茶。私房茶。就到那裡呢，手工紅茶。手工紅茶都樹去牛。係用樹牛嘅。其他呢？可能介紹一下。還有一包琥珀紅茶。琥珀紅茶都頭到嘅細罐呢，也就買比利時嘅，買比利時嘅，我也就茶葉嘅，也就拿茶葉俾看，就用挖嘅啲茶葉，因為又有啲茶葉。原來係咁嘅。顏色有乜嘅意義冇？其實也就會幫客人提供一個就紅茶嘅。顏色啊，你用長嘅包紅茶怪怪啊，我覺得係長茶。你看到一個一般人看到可能就會紅茶，因為一個顏色呀，有發酵顏色啊，紅色的就一般都聯想就紅茶，所以呢就用紅色的安尼。還有一種嘅強茶，亞山呢，也都看得出，也就強啊，也就那屋卡路會不會有啲百年的茶樹？百年的茶樹，伊設計師就安尼看，唔會過高啊，矮呢，矮化過太條。百年呢？那就講畫伊個圖案嚟度看，就畫個嘅，就講安尼畫伊個圖案安尼講，就百年的樹啊，所以呢每隻都有伊個元素喺底部呀。係那紅嘅，也係紅茶嗎？也係買紅茶。看一個貼紙，也你還會看貼紙啊？買個顏色就買個茶，也買人嚟做茶包嘅。做乜嘅要設計一個形？本來喺過年啊，人哋講我有啲喜氣啊，就用安尼茶包安尼，用一包一包安尼做安尼細包嘅。就搶過年嘅時節有一個紀念。冇，有人結婚嘛用亞種啊。反正都有。喜氣嘅用亞種包裝啊，就講有燈籠啊，天燈啊，能講很可愛係啊，就那就用亞種嘅啊。除了亞嘅，我看到會不會也有其他嘅係共用嘅嘛？也係買茶包，也太合嘅。太合嘅，用嘅可以本人看嘅嗰種。亞種係拍茶嘅包裝嘅，因為那拍茶有冇？嗰講年年啊，有人買茶碗年啊。看有我白冇，因為年拍茶安尼蓬鬆嘅一種茶，個講嘢呢就年。但係個頭都冇同人哋講到拍茶呢，而家還有講到拍茶嘅，問一下拍茶係用辦嘅茶。拍茶就最早嘅茶。最早嘅茶。冇日曬嘅，冇老年嘅。係嘛，冇去炒，就比吃年比早嘅茶。最古法最早嘅茶啦。係。嗰多年開始咧做一個茶，復古嘅啊，茶嘛，咱媽媽也做嘅啊，咱媽媽也嗰種阿婆教原來做嘅。阿婆教嘅哦。阿婆教嘅，這才有厲害嘅。嘛嗰多年開始也做一個拍茶。米絲呢？米絲就清香型啊，你淡淡啊你。他有人講一年係茶，3年。就是藥的呀， 3年都變做藥嘅， 7年就寶貝
就会珍惜安尼啊。哦，啊，你们都卡含有无7年以上诶7年无啦，都快4周啦。12年有啦。哦，12年诶。系。哦，安尼电国桥啊，仲系保留一啲应该系啊。系啊。张大哥，安尼讲好来讲头都有讲卖到国外去做嘅茶叶嘅行销嘛。啊，你们也个过程地杯行销过程地杯，你们有遇到乜嘅困难嘛？因为冇可能讲一下嘅人家都啲嘅，像人哋实在冇谈过，根本你冇人，人哋都冇谈过米农茶。啊，你们行销方面，你们有做乜嘅努力冇？行销那就用脸书啊，办活动。办发通，乜嘅发通？就体验活动啊。体验活动。摘茶，带人哋去摘茶，看茶树。摘茶看茶树，你可以讲个详细啊冇？安尼好，全部嘅观众朋友对一种体验活動真有興趣。明年都有攀講來家族嘅啦、小朋友啦，安尼規家來摘茶，就帶人去那個茶園，俾人看茶樹嘛，個茶樹，對人講一心二意攏來摘，摘啊來就帶人泡茶，就俾人品茶講，咱們食一個茶就鴉片做嘅茶。人哋看到鴉片茶，人哋嘛啲攞嚟摘茶就幾辛苦啊。小朋友又講，安尼茶種得浪費啊。望講泡沫紅茶1比4 Q、20 Q， 伊那啲嘅辛苦啊。對啊，都是啊，冇是啊，冇是就接出來。係啊，咱哋種茶，因就摘過嘅。我驚啊，伊講安尼，因買茶嚟泡好嘅。冇安尼摘嘅，伊就會驚啊！啊，今年有體驗講你哋嘅鐵砂掌嘅。冇啊，佢幾危險啊！哦，會碌到啊！啊，有本見人看？以前有啦，後背冇啊。哦，後背都講講有危險啊！係啊！啊，你一個體驗嘅發通吼，差唔多1年嘛，也係2年。就差唔多半年啊咧。半年。你講幾年冇辦法啦，10年咧。哦，係啊，拄唔掉，因為都拄唔掉啊。啊，今日我用嚟報名。嗱，網絡會公告啊。哦，網絡上。我有你講講嚟嘛，有團隊會公告安尼，講而攀一個摘茶嘅，我哋報名安尼。哦，有朋友咧聽書啊。有限定講乜嘅時間來可以體驗，又係來之前打電話都有嘅。冇，我先預約啊。預約一段年咯。差唔多都1、2禮拜呢。我先排啊，朋友咧聽書做完嚟啊。1年也做得嗎？做唔得啦，1年按多年都難，一擺待靠紅片啦。望1年，伊嘛安尼啦，待幾久呢？安尼講1年係實在無法度可以體驗呢，我要請迄個，我要請個製作單位，我能去出外景。係啊，做得啦，係啊。啊，到一下個體驗活動，能做盼到一下有乜嘅？印象深刻嘅印象有一個老阿伯，差唔多100歲，伊通到米農有茶，伊米農伊唔知。哦，這個菜鐵米農伊講伊唔知，伊佇有茶當山。伊講安尼對伊講山茶，伊講山茶有啲嘅，伊佢細就是咧，伊嗰度冇人做嘅，伊通到哪一片辦活動伊就講伊愛來。伊搶外勞對人哋帶人嚟過來。哦。佢講伊網到我100歲，嚟講。100歲還可以。伊講我度仲係加油啊。哦。伊講後生人過來，伊講我支持一下。係啊。難怪真是冇簡單，有攀一個發通，有種茶。係啊。難怪菜鐵底下講人還有啲繼續種一個米農茶，同人支持安尼。係啊。各位好朋友。今日呢，張大哥同我哋介紹講米農茶嘅歷史，還有第二講用我嚟分辨茶嘅好同唔好，有加皮料嘅，冇加皮料種出來嘅，有冇共用。更加係人哋第二講米農茶原來係按照生態豐富嘅茶園地區種出來嘅山茶哦。係啊，今日呢，實在感謝張大哥同我哋分享。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嘅收看哦。有興趣分享來米農摘茶。所以就上網查嚟凹下茶園，感謝各位好朋友，這些茶我哋聽下同老師來運通咯。太
家好，能又到诶好好运动诶时间了哦。我是用心，今日我来教一个椅子毛巾操哦，结合的椅子同的毛巾去做一个运动哦。大人、小人、老人家都可以做运动哦。好，运动之前我来做一个暖身。好，记得咯，能坐诶凳子咯，一定要冇有轮子，有椅背耶，坐诶脏，坐诶稳，冇摇来摇去的哦。好，开始的哦，准备好了吗？好，臀线上开始来运动的哦。好，坐好来，你的腰背要挺直。好，那你的上半身尽量从你的头那个像有一条线绑在长。好，来看你上面，好，下面，你的肩条变松，好，看你的右边，看你的左边，好，一样来挖眼前呢，来，你赶紧挖眼前呢，一拳，两拳。三拳，四拳，好，那弯片呢要来一拳，两拳，三拳，四拳，好，像拿好的毛巾。好，两只手压上来，好，放下来，再一次压上来，放下来，来做8次来，1、2、3、4、5、6、7、8，好，来做一个侧弯腰的动作，来，顶的左边弯过去，1、2、3、4、5、6、7、8、9、10，好，过来中间，顶的右手边弯过去，1、2、3、4、5、6、7、8、9、10，好，归到中间，挺好哦。好，能跟教来，好，复习能之前搞的动作来训练核心肌群的一个动作哦好，来两只手，好，压上来，一只脚踢出去。好，两只脚踢出去，好，来10秒钟哦，加油哦！1、2、3、4、5、6、7、8、9、10，很棒哦！好，听你的动作还记得吗？做一个剪刀交叉哦，你脚做一个交叉式哦。好，来试看耐心哦，来，手压上来。一只脚踢出去，两只脚踢出去，好，来做一个交叉式的哦，来，开始的哦，1、2、3、4、5、6，加油哦，7、8、9、10，好，休息，好嘞，来吞嘞毛巾哦，好，扣住你的膝盖。好，来轻量顶的肚子，好，靠近哦来做一个停留，1、2、3、4、5、6、7、8、9、10，很棒哦！来，我的右脚，好，一样扣住我的脚趾头哦。好，来，1、2、3、4、5、6、7、8、9、10，
十，好，轻好哦。更加呢嘛，爱来训练的腹部肌群哦，哈，来数牙膏，数牙膏，嘿，好，刚安尼变下来的时间，记得咯，来左脚，嘿，抬起来哈，右脚压上来，好，准备哦，20下，准备开始，1、2、3、4、5、6、7、8、9、10，最尾11、12、13、14、15、16，加油哦！17、18，你做得到哦！19、20，哇，轻棒，很棒哦！好，最后来做一个缓和，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吸气，吐气，再一次吸气，调整一下你的呼吸，吐气，去上边，吸气，吐气，好，最后的动作来，安尼来数，好，然后来。脚踢出去，2只腳踢出去，好，手變下來，好，做一個側彎腰，好，加油哦！2，好，腹斜肌，3、4、5、6、7、8、9、10。好，休息一下。好，最后哦，安尼来做一个好后勾脚运动啊，做一个缓和。好，来，我们刚才呢，头都来训练了大腿，大腿规个大腿臀小腿的，好修饰你的身材的，下摆呢，安尼做的下摆你嘅大腿会更好看哦，你腿型会更好看哦，美化你的腿型哦。好，更加来勾脚。一样哦，好，不用一样，1，好，再数上来，2，好，再数上来，好，开始哦，准备开始，1，好，2要碰到你的脚趾头哈，3、4、5、6、7、8，加油！9、10，好，更加左片係咧，愛彎右片的哦。好，右腳伸出去，好，來準備哦。好，1、2、3、4、5、6、7、8、9、10，好，安尼變下來，做一個緩和，吸氣，好，吐氣，聽一次來，吸氣，好，吐氣。好，有感覺望嘅肚子還有嘅腳肉呀，輕軟哈，好，可以消耗你的卡路里哦，幫你身材更加好看哦。好，最尾咧，最尾咧動作，好，2隻腳，嘅毛巾，將嘅2隻腳去調一片，好，來，安尼來靠近你嘅肚子，好，做一個穩定嘅一個動作哦，冇搖來搖去要控制好哦。1、2、3，盡量靠近你的肚子哦。5、6、7、8、9、10，好，慢慢的變下來。好，來做吸氣，好，吐氣，最尾吸氣，好，吐氣。好，做一個你看哦，你平常時啊，其實你可以辦公室都可以做的，做一個扭轉，好，看個後背，1、2、3、4、5、6、7、8、9、10，好，過來，
来往右边，1、2、3、4、5、6、7、8、9、10，好，吸气，好，吐气。今日咧動作個簡單吼，來做能用做高嘅吼，不越做越好啊，相信自己哦。最尾咧動作吼，能再來做一個，好，能平常時吼都可以做嘅哦吼。喺前面腳放嚟，喺前面腳放嚟，嘛係雙擺較高嘅哦，嘿，前面腳，吼，前面點，好，準備哦，來做準備。準備開始來，1、2、3、4、5、6、7、8、9、10，好，還記得冇？前面做還要做哪呀？左邊、右邊，哈。來準備哦，一樣哦，好，按個數碼跟疼痛呢，好，伸出去哦，好，開始了哦，來，1、2、3、4，加油啊，5、6、7、8、9、10，哦，你做到嘅呢，今日啦，從頭到尾。到腳就訓練到哦，吼，做唔到冇唔可以按個，唔可以嘅，唔怕冇勉強，明日安尼慢慢嚟練，慢慢嚟練，相信自己，吼，可以同前上做嘅一樣好哦，吼，加好好運動，下次再見咯，能嚟了。